第9章。耶穌上了船，渡過海，來到自己的城裏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個癱子，到耶穌跟前來。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癱子說：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幾個文士心裏說：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。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，就說：你們為什麼心裏懷着惡念呢？或說你的罪赦了，或說你起來行走，哪一樣容易呢？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，就對癱子說：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。眾人看見都驚奇，就歸榮耀與神，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。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，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你跟從我來。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。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，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賽人看見，就對耶穌的門徒說：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？耶穌聽見，就說：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經上說：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。這句話的意思，你們且去揣摩。我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那時，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：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門徒倒不禁食，這是為什麼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？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。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，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，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。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，兩樣就都保存了。耶穌說這話的時候，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：我女兒剛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耶穌便起來跟着他去，門徒也跟了去。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，因為他心裏說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癒。耶穌轉過來看見他，就說：女兒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從那時候，女人就痊癒了。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裏，看見有吹手，又有許多人亂嚷，就說：退去吧，這閨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們就嗤笑他。眾人既被攆出，耶穌就進去，拉着閨女的手，閨女便起來了。於是這風聲傳遍了那地方。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有2個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說：大衛的子孫，可憐我們吧。耶穌進了房子，瞎子就來到他跟前。耶穌說：
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？他們說：主啊，我們信。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，說：照着你們的信，給你們成全了吧。他們的眼睛就開了。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說：你們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們出去，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。他們出去的時候，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巴帶到耶穌跟前來。鬼被趕出去，啞巴就說出話來。眾人都稀奇說：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着鬼王趕鬼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